这是玩什么手机啊？上班的时间玩什么手机啊？你干嘛呢？一来就摔我手机，你知道我这手机买多少钱吗？8000块钱呢，你得赔我。我赔你，我赔个屁呀！我赔，给我坐下来，还这么嚣张！你看一下别人在干嘛啊？别人在埋头苦干的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玩手机？谁跟你说我在玩手机的啊？老板昨天让我给他找电话号码，我现在还没找出来呢，你就把我手机给摔了。你当我眼瞎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逮着你不是1天2天呢，天天在这玩，还在这骂老板在压我。我告诉你，这手机不赔，我找老板去。你找什么找？马上就把你开除了。不是你们干什么呢啊？这谁的手机啊？怎么屏幕都摔碎了？老板，是他的手机，我摔的。你摔的？你为啥摔人家手机啊？上班时间在这儿玩手机呗。上班玩手机？你在玩手机？老板，我没玩手机。昨天不是下班之前你告诉我，让我把李总的电话号码找出来吗？我那旧手机太慢了，我就昨天是啊，这个事儿是我交代他的呀，我记得昨天啊。老板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玩手机不是1天2天的，天天在这儿浑水摸鱼。他今天说是老板你拿出来的。不是我昨天交代他是吧，让他导李总的手机号码是吧，要把货让他赶紧送过来的啊。你再说你不问青红皂白，你不能一上来你直接摔员工手机啊啊！手机买多少钱？买的8000块钱呢。你看这8000多块钱，你不赔谁赔呀？不是老板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在替你管理好员工哎，他现在摔了就摔了呗，还让我去赔，我赔什么呀赔？你这口气好大，摔了就摔了啊！那人家员工是吧，在办公的时候家里不许来个电话，人家紧急接一下呀啊！然后你一上来你不问青红皂白，你直接摔手机，你不会先口头警告一下啊，是吧？口头说明一下呀啊！上来就摔，那以后谁还敢在我工厂工作呀啊？买个手机4、5千、7、8千，你啪叽上来就摔啊！我天天摔你手机，你乐意吗？不是老板，我作为一个管理，我不来点微信出来，谁还愿意听我的话呀？再说了啊，他天天在这玩，不是1天2天啦。我行了，我看出来了啊！你要么就是有点公报私仇，你要么就是有点别的想法。你在那梳理微信，我告诉你，作为一个管理者，梳理微信靠的是自己的德行，而不是靠你这样横蛮不讲理，直接向下施压、欺压，明白吧？什么叫欺压施压呀？你赔不赔？手机赔不赔？多的话不想跟你多说。我肯定是不赔呀。不赔这样，你直接去财务那边把工资结了，赶紧给我滚蛋吧。不是老板，我看你是不是没有睡醒呢啊？我替你管理好员工，替你公司办事儿，好歹也跟着你打拼了7、8年是吧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现在为了这么一点破事儿，一个手机摔了，你要我赔钱，现在不赔，你还把我开除了。